香港亚洲電視的最大股東王真，因為涉嫌干預公司新聞採編等日常運作，在上周被香港的通訊事務管理局罰款100萬元港幣，即勒令終止執行董事盛品如職務。連日來，亞洲電視的管理層和部分員工都為了推翻裁決和保住盛品如的職位而不斷做出努力。8月28日，高級副總裁葉家寶率領20多名藝人和幾十名支持者到達政府總部和平集會。不過，藝員方面最紅的只有周嘉麗、康帥克、小靜、蔡國威及顏子飛等。而陳啟泰、朱慧珊和李燕珊等鎮台之寶就全部缺席，集合反而吸引了全香港大小媒體撐場，記者的人數比集會的人數更加多。站在風眼中的盛品如在集合快要結束前到達現場，現場支持和喝倒彩的聲音互相碰撞。咁其實呢，喺我未有決定之前呢，我係應該保留低調嘅。咁但係咧，我聽到原來有咁多人嚟，同埋呢個集會係為咗我而嚟咧，我都點都要趕過嚟去見下大家。咁我好感動，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嘅支持。令到我覺得我呢3年半以嚟喺 ATV 嘅時間係冇白費到嘅。我希望各位員工藝人繼續緊守崗位，繼續做好本分，將 ATV 越做越好，繼續為香港市民服務。多謝你哋一直以嚟嘅支持。多謝晒，唔該晒成委員。如果亞洲電視不執行通訊局的裁決，最嚴重的結果有可能造成亞洲的免費電視牌照被政府收回。而在鬧出這次風波之前，亞視除了新聞和一些小型訪談節目之外，已經沒有自家出品的電視劇、大型綜藝節目。打開亞洲電視的頻道，只看到不斷重播的舊電視劇和舊綜藝節目。而之所以造成今天的局面，高層管理不善難辭其咎。但可笑的是，就算到了是非如此明確的地步，亞視的高層依舊不肯接受失敗，死撐自己的收視與 TVB 的4-6之比。我諗而家我哋唔會去推測任何嘅傳聞。咁樣總之，亞洲電視而家運作一切如常。咁樣亦都內部個個嘅同事咧，亦都士氣如虹，因為大家都知道亞視過去一直都係經歷到好多風風雨雨嘅，咁但係每一次風雨過後必見彩虹。咁我覺得今次只不過係一個風波，咁我覺得一定有機會，我哋亞視係破到呢個難關嘅。無論是將被革職的執行董事，還是不肯接受事實的高級副總裁，他們都只是為了自己既得的利益說話。對於觀眾來說，亞視如果不尋求出路，被吊銷牌照是遲早的事情。而對於當天出席的亞視藝人來說，他們甚至不是為了支持盛品如而來，而是為了保住自己的飯碗。其實今日咧，我哋就係即係我哋自己 artist 啦，都係想為翻即係我哋自己 artist 就發聲咁樣咯，即係講翻自己嘅心聲咯，係咯。咁你自己有咩心聲？其實當然我哋係想即係自己工作嘅地方可以即係繼續有更加多製作嘅節目啦。咁因為其實即係如果公司有多嘅節目嘅話，咁我哋代表我哋都多嘢做，係咯。搜狐視頻娛樂播報，香港報道。看搜狐視頻勝過做大保健，我是大鵬。